九龍市區巴士路線 5M 由九巴營辦，循環來往啟德、德朗村及九龍灣站，依次途經坪石邨、港鐵九龍灣站、淘大花園、皇天廣場，方便啟晴邨、德朗村居民接駁港鐵或轉乘其他駛經觀塘道的巴士路線。5M 線乃自啟德機場於1998年7月6日關閉，原有土地重新發展後，首條服務啟德發展區的全新巴士路線。2013年7月31日，5安線投入服務，循環往返啟德、德朗村及九龍灣鐵路站。2013年12月30日，延長服務時間至23點30分。2014年6月30日，提早頭班車時間至5點45分。2017年9月24日，為配合連接太子道東及協調道之行車天橋封閉，往九龍灣站方向改經承啟道、協調道西行，迴旋處掉頭，協調道東行，喺新道、七寶街、六合街連接四美街的臨時道路，返回太子道東東行原有路線，並增設協調道工業貿易大樓站。因應啟德一帶道路改善工程，連接太子道東東行與協調道的其9行車天橋，已於2017年8月17日凌晨1時30分起永久封閉，並於當日實施巴士改道，為運輸署事前從未諮詢各受影響區議會的交通運輸委員會，而該等路線同時服務的觀塘區啟勵地區的區議員，對路線改道後過於迂迴，令行車時間明顯增加深感不滿，當局被迫暫緩推行封路及巴士改道措施。運輸署及九巴亦鬆官方網站撤回通告，直至同年9月24日。方正式實施改道。2017年9月25日，試行增設特別班次，逢星期一至五6點55分至上午9點由啟德、德朗村不停站開往偉業街德福花園站，以減低啟新道車流量及快速疏導前往九龍灣站的乘客，自同年10月20日起停辦。2024年7月2日，逢星期一至五繁忙時間試辦不停站來往淘大花園及宏天廣場之特別班次，直至2024年8月30日。由淘大花園開出之班次服務時間為8點10分及8點40分，由宏天廣場開出之班次服務時間為下午5點45分及下午6點15分。收費全程收費4.6，用且此路線獲派2輛比亞迪 B12A 12米 BEV 電動單層巴士行走，聽有來自28別站之柯打。根據佢已據文件，此路線載客情況如下：2016年最繁忙半小時內載客率約74%；2017年繁忙時段最高載客率為80%。